2025年10月20號星期一，我哋嚟到世界著名嘅廣西省巴馬長壽村，非常之好。咁我哋咧嚟到咧就見到長壽村嘅地標，嗰度寫住咧世界長壽之鄉，就見到個小妹妹喺度玩緊。OK， 我哋等佢玩完之後咧就拍一拍視頻。嗱，呢度就係長壽村啦，風景相當之好噶。OK， 你行上去，我行上去 ，OK， 行上去呢個長壽村嗰度。嗱，我哋三人行啦，自由行嘅三人行長壽村。Hello，OK。